充满你。充满你。远处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远处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远处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远处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远处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远处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耶和华的名是我们要一起称颂的，我们要一起高举他的名，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来歌唱赞美神。将天敞开，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我们再一次宣告，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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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荣耀归于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拍掌感谢他。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今生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想要邀请弟兄姐妹帮我一个忙，看一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给他一个微笑，跟他挥挥手，跟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们每一次相聚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对吗？我们要珍惜，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
是在我们中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你有没有设定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呢？或者是你在未来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我们都求主在我们的心里面为我们展现新的意象，让我们来荣耀他，来服侍他。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主啊，巴父神，我们谢谢你，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在宇宙中存在，你在细胞里面也看到你。主，我们谢谢你，你是这么爱我们，让我们成为主你儿女。主，我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亲近你，来领受生命的赐福。主，谢谢你，也谢谢你赏赐我们新的意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让我们新的一年能够有新的意象，有新的力量，跟主继续的连结在一起，继续来奔跑天路，跟随主的脚步。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现在奉献，好，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好，请用祷告来表达给感恩。同时，今天也是圣经公会的纪念主日啊，然后我们也一起为这部分来献上。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前几位
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经历昨日的地震，让我们都能够平安。也求主你看顾我们，能够不管是在遇到任何的难事，主你都跟我们同在。也求主你让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房屋，我们一切的身边所有的事物，都让我们止于恐惧。求主你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丰富的恩典，让我们用我们所奉献的都能够用在传扬福音，能够建造教会，能够成为主你传扬福音的管道。愿主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现在做消息报告。那好，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哈来，我们来读2次哈，来1、2，来。因此，无论什么时候，一有机会，就该为公众做有益的事，对那些在信仰上同属一家的人，更应该这样。加拉太书6章10节，再一次。因此，无论什么时候，一有机会，就该为公众做有益的事，对那些在信仰上同属一家的人，更应该这样。加拉太书6章10节。好，那今日呢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那由台湾圣经公会总干事钟淑慧牧师前来讲道请安跟报告。那也请各位兄姐来关心代祷跟奉献。同时，我也先谢谢淑慧牧师的勉励。好，那我们明年呢有一个迦南州立手册剩下102本一本只要200元那有要购买的，请尽快那个洽我们的干事办公室。好，明年度的第一次圣礼点是在下礼拜1月4号。那1月3号礼拜六晚上6点半召开第580次的小会。那已报名洗礼的兄姐，请在当日的7点到教会501教室501会议室来问道理。那区长、小组长的就任也是下礼拜的主日，所以请按照你所属牧区来出席礼拜。台语牧区就请到那个第1场礼拜，华语牧区就在第2场礼拜。好，那跨年祷告会这礼拜3晚上10点半敬请邀请各位会友一起来用祷告来送旧迎新。那社区讲座像礼拜3早上10点半到12点那个主题是解梦系列梦与灵修，是王荣义牧师所以欢迎来参加线上的那这个是陶家储蓄互助社的那个公告那115年的奖助学金的录取公告已经刊布在本堂1楼的公布栏，所以请各位来拨空去看。那特别提醒一下，当日请录取的学生要当场来领奖，如果没有到的话，视同放弃这一部分，请各位兄姐注意一下好，那我们的知礼消息火炬小组的周世勋长老蒙主恩召在24号安息主怀，享寿76岁。那愿主安慰的灵与遗嘱同在。好，我们来介绍今天新的朋友有3位首先第一位是王志豪先生弟兄，不知道坐哪？这边我们欢迎你王志豪弟兄，好欢迎，好，请坐，来请坐。来，
接着2位是夫妇杨昌恩弟兄跟翁于成姐妹，不要坐在这边，欢迎欢迎你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请坐，请坐，好，来，那我们继续。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6章1到10节，来，我读单节，然后那个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双数节，来，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偶然犯了过错，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就要用温和的方法纠正他，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免得也受引诱。要彼此分担重担，这样就是成全基督的命令。一无所有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只是欺骗自己罢了。每一个人都应该审查自己的行为，如果有好行为，他可以引以为荣，不需要跟别人的成就相较量。每一个人应该肩负自己的担子。那在基督正道上受教导的人，应该和教导他的老师分享一切美好的东西。你们不要自欺，也不要欺骗上帝。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他若为着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撒种，他会从情欲收取死亡；他若为着圣灵的喜悦而撒种，他会从圣灵收取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我们若不灰心，时候到了就有收成。因此，无论什么时候，一有机会就该为公众做有益的事。对那些在信仰上同属一家人的，更应该这样。好，接着我们要请钟淑慧牧师来讲道，他所讲的题目是把握机会行善，一同担重担。把握机会行善，一同担重担。三一上主，愿我的头思想你的话语，我的嘴传扬你的真理，我的心遵行你的旨意。阿们。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迦南教会的新堂，跟各位一起敬拜上帝。那首先要先请问一下，有听过台湾圣经公会的举手？哇，一半。台湾圣经公会，好，放下。有听过环球圣经公会的举手？也有哈。好，那当然，我就在这里就要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台湾圣经公会，什么是环球圣经公会。当然还有一个叫做联合圣经公会哈。那一开始当然要代表台湾圣经公会向各位说，谢谢大家，因为如果知道的人，大概每年在12月的时候都会知道，我们有一个普世圣经纪念主日，然后就会为我们代祷，为我们支持，为我们加油哈。那一听到台湾圣经公会，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在台湾的圣经公会嘛哈。那环球圣经公会呢？全球的，没有错啊。联合圣经公会嘞，联合圣经公会也是全球的啦哈。不过环球圣经公会他们主要做的是华人的工作，全世界环球的华人工作。那联合圣经公会呢，是在240个国家地区里面有155个圣经公会。最近有一个圣经公会正在争取，我们也要成为正式会员。那个地方在辽国，有听过辽国哈？好，离我们不远，但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他们，去支持他们。虽然越南、辽国、柬埔寨都是共产，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上帝的福音。那台湾圣经公会跟环球圣经公会一个不一样，就是在台湾，我们的圣经公会呢，我们要做圣经的翻译，也要做圣经的修订，
所以台湾圣经公会跟着联合圣经公会一样哦，我们都有一个宗旨，就是让每一个人的手中有一本他可以负担得起、他可以买得起的，然后他可以读得懂，然后他可以相信的圣经。那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Mary Joan 的故事？没有哈。好，为什么会有圣经公会？为什么联合圣经公会会开始呢？早在200多年前，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北威尔斯，好，就是它有分苏格兰、英格兰、威尔斯跟北爱尔兰。但是呢，在北威尔斯的地方，他们其实有威尔斯语。在1800年左右，有一个女孩子，她开始去上课了、上学了，所以她会认字了。那刚好教会也有主日学，那她看到主日学老师有拿一本的圣经，然后在讲解、在讲圣经故事，哇，她觉得好新奇，也很兴奋，然后她就跟老师讲说：“这个圣经好棒哦！那我现在开始认字，我想要读圣经。”这个老师说：“很好啊，那我们每个礼拜开始之前，你就先来，然后来这里，然后可以读圣经这样。”从此他就养成读圣经的习惯，每个礼拜提早2个小时，然后去到老师家里，然后读圣经。他后来跟老师讲说：“哇，我好喜欢圣经哦，我想要买一本圣经。”老师跟他讲说：“圣经好贵呢，而且很稀有，不是动物，但是是稀有圣经这样。”他说：“那我要存钱存多久？”老师说：“我也不知道，但反正你就存钱。”终于，他存了6年的时间，从10岁开始存到16岁，他终于可以买一本圣经了。他很开心，他跑去跟老师讲说：“老师，我想要买圣经。”老师问了牧师，牧师说：“我们教会没有在卖圣经，但是呢，你可以去到城市里面的一间教会去买圣经。”哇，城市距离家里多远啊？30英里。30英里，那是现在 Google 算一下就是42公里。那如果42公里就我开车从深坑来这里，49公里。他42公里，当时候200多年前没有，有钱人家才有马车啦那他就一早就起床，然后就走。如果按照今天的 Google 要走多久呢？8个小时。当时候没有柏油路，那他肯定走超过10个小时了8个小时以上，走到了那个教会了。然后他就跟牧师讲说：“牧师，我想要买一本圣经，威尔斯语的圣经，真好，可以有威尔斯语，不是只有英文哦。”牧师跟他讲说：“不好意思 ，I'm sorry， 不好意思，因为我手上有的2本圣经，一本卖了，另外一本人家订走了。”他开始大哭。那什么时候还会有圣经？我今天要空手回去吗？然后牧师听了他的故事之后，牧师很感动，他说：“好，那我这本圣经给你。”但是牧师接下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号召了不同的宗派的牧者领导，然后跟当时候有一个废黑奴制度的威伯福斯议员集合起来说：“我们要成立圣经公会，我们要印制圣经，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负担得起。因为如果圣经很贵，大家都买不起啊。所以他说：我要大量印圣经，让每一个人都负担得起。”那当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宣教师在非洲、在亚洲、在美洲。所以他说，我们除了是英国圣经公会以外，我们还要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所以他就到处在他们有宣教士的地方设立圣经协会。所以中文的第一本圣经是马礼逊翻译的《神天圣书》，超过200年了。但是打开来都读不懂，因为都是文言文。所以我们也当然非常感谢上帝说，有白话运动，
所以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什么时候翻译完成的？1919年，距今超过100年。哇，和合本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了。那当时候在翻译和合本的时候，是在中国上海的上海圣书协会，有美国的宣教师，有英国的宣教师，他们都在翻译，那也一起讨论。美国的圣经公会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哇，神爱世人，对嘛哈？但是英国圣经公会说，我们查考了汉字，那个要比神还要伟大的，要叫天神的嘛哈，或者是上帝。哇，因为在中国的文字里面有天地，他们说要上帝。哇，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哇，这两边宣教师，他们对所有的都已经达成共识了，但是唯独神、上帝还没有达成共识，那怎么办？好多的争执、辩论，最后终于达成共识了。然后我们在印刷的时候，哈，因为中文字很特别，我们就是用那个钢字嘛，哈，那就是有一个可以排版。所以呢，我们在排的时候呢，就上帝爱世人，然后神爱世人上面就给他空一格，哇，这样就排得很顺。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圣经有神版，也有上帝版。但是我不晓得兄弟姐妹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哎呀，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敬虔哦。那怎么敬虔法？就是啊，读到神的时候，上面要停顿一下，因为要空一格，表示尊敬，对嘛哈？那但读到上帝嘞，就直接过去了，不是啦哈。其实我们也要尊敬，但是其实这个是误解，就是说我们以前都错误的了解这个讯息，但是现在终于知道了。所以下次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哎，你在写字的时候，写到神的时候，记得上面要空一格哦，需要吗？不需要啦。今天我们唱诗歌的时候，神前面有没有空一格？没有啊，哈。所以我们其实都知道哦，哈，神前面、上帝前面其实不用空格，但是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他是最大的那一位神，他是唯一爱我们的神。那当然，在翻译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各位。我们的教会非常棒，就是我们有在使用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好，也有在使用现代台语的圣经。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了，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在耶和华的地方都是使用上主？你们读圣经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吗？有。有发现知道为什么吗？知道。好，告诉你们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直接称呼上帝的名字吗？不行。所以在以色列的希伯来文，他写出来的神的名字是英文拼音哈 YHWH， 所以是念不出来的。念不出来的，那当然念不出上帝。然后，所以如果要跟上帝讲话，摩西要跟上帝讲话，或者是以色列人要跟上帝讲话，就说：“哎，那一位，那个最大的那一位。”好，是这样吗？哦，他们后来有称神，是主人的主，哈。那主在希伯来文是阿多奈，所以在中世纪呢，他们就想，我们现在已经是新约时代啊，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称呼我们的天父上帝啊，哈，是阿爸父神啊，哈。那上帝的名字到底该怎么称呼他呢？好，他们就想说，好，那我们把阿多奈的母音跟 YHWH 拼起来，那就变成 Yahovah，
哇，那英文拼写就是 Jehovah 了哈。但是到19世纪才发现说我们都叫错上帝的名字了，因为他的名字应该叫亚威。所以开始圣经学者就会把耶和华改成亚威。那在中文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天主教徒他们相信上帝、圣子耶稣跟圣灵，有吗？还有玛利亚玛利亚是圣母啦哈，但是他们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我们翻译成天主教其实是不太对，它叫大公教会。好，那我们中文世界就在讲说，好，那我们要一起来翻译的时候，我们要称呼耶和华真正的名字的时候，就经过很多的讨论。他们说，天主，那比天主还要大，因为天而已嘛，那还要再更大，就是在上面那一位，所以我们就叫上主了。所以因此，现在的耶和华都是翻译为上主。如果是看现代台语圣经，我们也会看到说翻译成上主耶和华上帝，他会把它翻译成上主上帝上主神，上主神爱我们好，这就是圣经它需要有修订，因为每20年语言其实就会变化，特别现在在这21世纪里面，我们有没有发现，去年才在讲 AI， 今年 AI 的用途已经突飞猛进了，那个语言就改变得非常的快速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思考，我们在读的圣经是不是我理解了，但是我要介绍新朋友来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理解吗？那台湾圣经公会当然就要秉持着那种让人家可以读得懂的精神，可以相信的精神，我们要做修订。那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长老有带着我们一起读了一段的经文，加拉太书的第6章1到10节。今天的讲道主题是把握机会行善，一同担重担。那我们有带圣经来的举手。纸本的圣经还是这个手机圣经呢？好，手机里面也有圣经但是请不要因为有手机圣经就忘了支持台湾圣经公会，不然台湾圣经公会就会关门因为现在纸本圣经销售量超级不好，大家都说我们都有手机了，都有平板了，在家里有电脑了。那数位化之后，那圣经公会怎么办？圣经公会还是非常的有爱心，因为从前一任就是我们教会的前任牧师郑正仁牧师，他是我们的总干事，他就说我们要让大家都可以读，所以我们全部都把它放在网络上面了，所有翻译的版本都在网络上了。那所以呢，大家都用手机可以看得到。可是呢，看得到这是一回事，我们真的就要拿起手机要来读，对不对？那现在呢，即使是手机也要拿起来，然后按在它上面，然后一起宣告说，我们一起来，这是我的圣经，我爱上帝的话，我的力量在这里，我的盼望在这里，我的生命在这里，奉主的名宣告，阿们。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挑战。那保罗他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就是要勉励他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信仰生活这条道路不是自己走自己好，是要团体一起走。因为我们是兄弟姐妹，是一个大家庭。那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其实都会有可能有一些自己担不起的担子。有的人背的
可能是自己的课业，有的人背的可能是我的工作，有的人背的可能是夫妻的关系，有的人背的可能是要照顾家里有长期病痛的家人。当我们在面对有大担子的时候，其实如果有人可以陪伴，有人可以共同担，是不是我们会走得比较轻省？特别当我们有软弱，当我们跌倒了，当我们的心灵受伤了，我们需要的就是有人在我的身旁，跟着我一起走，而不是只有说哎呀帮我解惑。因为可能连牧师讲的都不一定能为我解惑，那最好的就是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保罗他说了，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做错事情了，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嘛，你们要用温和的心纠正他们。那这个纠正是什么意思？就导正嘛，归正嘛，挽回，好像是这样哦。但你知道吗？在希腊文的原文，保罗他用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如果骨头骨折了、脱臼了，你要把它再瞧回来，需要看医生，需要很温柔，需要好好的呵护。哇，原来有过错要纠正人的时候，不能大声的责骂，需要有耐心，需要温柔，需要温和。那保罗他也说咯，要一起分担重担。哇，一起分担重担，意思就是这个担子像石头一样那么重的时候，那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把它撑起来，把它抱起来，需要的呢，就是有很多的人一起撑起它，然后移动它，然后一起往前行。哇！但是保罗他在第5节又说了，他说你们每一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承担。哎呀，保罗，你这里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怎么那么矛盾啊？一下子要我们一起承担重担，另外又叫我要自己承担我的担子。原来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不一样的哦。他说的第2节的担子像石头那么大的担子，是像石头那么大，压得我喘不过气，一个人无法承担。但是第5节他在讲的那个担子，就像军人在行军的时候，他背的那个行囊，他总不可能说哎呀我今天头痛了，哎呀我需要长官你帮我背一下，或者是哎呀兄弟你帮我背一下，不可能，他一定要自己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特别就像我们很多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对着那个已经会走的孩子孙子我们带着他外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帮他准备一个小小的背包，里面装着他的水，装着他的点心，可能还有他要用的衣物？不会很大包，但是至少是他可以承担，他可以背的。我们会不会鼓励他说要自己背哦，自己的责任自己担哦？要，这就是保罗他在讲的意思。当自己有责任的时候，要自己承担。可是当看到别人像石头那么大的担子的时候，我们就要共同来承担。那当然，保罗他也继续说咯，他说我们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种葡萄会有无花果吗？当然不会。那种黄瓜会有菜瓜吗？也不会。就你种了什么，它就收什么。但
保罗他也特别提醒，他说一定要顺着圣灵的提醒，然后我们要能够做好应该要行的善事，顺着圣灵去撒种，不要灰心，要持续的去做，而且这样子会看得到上帝让你所撒下去的种子可以发芽，在上帝他所预备好的时间里面，在上帝所定的时机里面，它就成长了，它就结果了。那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我行善，我做好事，我奉献，但是不是有人看见啊？那有没有人知道啊？或者是为什么我投资了，我奉献了，可是看不到成果？有时候会有这样想法，特别现在在快速的世代里面，总是希望说，有投资就有看到果效，但是很多的时候，生命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走过一轮，就会发现经历过了10年、20年，原来我的生命是有起伏的。在那个起伏的当中，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坚持。看到有机构，有我们所支持的对象，可能有起落，那我们还要继续坚持，说好，我们来支持。记得当我在英国做宣教师，那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派我去英国。那在最后的3年，我们不仅仅邀请学生来参加团契，我们也带学生进到英国人的教会因为英国的教会都是白发苍苍，然后都是7老8十的。当他们看到年轻人，他们就很开心。有学生去念书完，他们就找到中意的对象啦，然后经过辅导结婚了。那当然在那里就会生小孩，建立他们的家庭。生小孩在台湾我们都会坐月子，然后后来我们竟然有同工在那里讲说：淑慧姐，我们这里可以来开月子中心了哈，因为我们在婆婆或妈妈还没有到之前，我们就会先为生产完的妈妈坐月子，就是帮助她，然后煮一些适合她吃的食物，这样在当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他们很开心生了2个孩子了。那姐姐已经都4岁了但是她的身高只有2岁高，不喜欢运动，然后去看医生，医生都说那个就做检查的话就要排排多久呢？他们排了半年以上还排不到，然后爸爸妈妈说不行，我们应该要回到台湾，然后来做个检查好了结果回到台湾做了检查，也都说没有事情结果后来有兄弟姐妹告诉他们说可不可以就建议他们要去做更深入的检查，就罕病的检查。就一抽血检查发现说他是粘多糖第4型。粘多糖就是他身体里面他的一些蛋白质的吸收的状况不好，所以他会囤积，然后他的骨骼就会变小，然后他的胸腔的形状就会变形，这样所以最后是需要做脊椎的开刀等等的。知道这个姐姐她有这样子罕见疾病的时候，整个家庭陷入愁云惨雾。他们说那妹妹怎么办？所以妹妹赶快去做检查，他们妹妹是正常的小孩，所以他们很开心。但是台湾检查完，可是他们生活在英国怎么办？回到英国去，我们刚好在那里有一个家庭的团契，虽然10多个家庭只有2个3个是基督徒的家庭，其他都不是基督徒的家庭。
但他们因为在那里念书，在那里参与团契，他们就说：“哎，爸爸妈妈，如果你们要带大女儿去做检查，去医院治疗，那我们来帮忙带小的。然后你们去的时候没有办法做饭，我们来帮忙煮饭。所以全部这些的家庭就一起来支持，一起来协助，来关心这个家庭。我们非常感谢上帝，即便不是基督徒的家庭，他们都愿意伸出援手。更何况保罗他提醒的是什么？我们如果要把握机会做好的事情，我们首先要先做家里面的人的事情。如果家里面的人有需要，有那个重担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起来承担的。那机构有吗？有。在台湾圣经公会里面，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在做圣经的翻译。但是台湾圣经公会多大？我们只有15个全职同工在深坑的办公室。可是台湾有多少的语言？几种？华语，你看哦，客家语、台语，原住民语哦，哈。那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新住民哦。原住民语有16族，但是有42种语别，而这42种语别，他们是南岛语系的源头。南岛语系是从哪里到哪里？非洲右边的马达加斯加，一直到阿根廷左边有一个复活岛，包括南太平洋群岛、巴布亚纽几内亚有800种的语言，现在只剩下600种。这所有岛国南岛的语系的源头之一是台湾的原住民。所以2018年的时候，在纽西兰原住民毛利人专程来到台湾，说他们要找他们的祖先。哇，是台湾。台湾圣经公会要不要努力？要啊！我们的原住民16族。我们目前只有10族，13个语系语别，我们有圣经翻译，整本的圣经翻译，我们看到蓝色的就是有整本圣经翻译。去年我们才出版了布农族语的圣经。有一位长辈说，我等了这一本整本的圣经等了70年。如果按照联合圣经公会的标准，有钱有人从无到有翻译一个语言，新约要8年，旧约要12年，一本圣经要20年。结果这位长辈说他等了70年。那台湾族呢？明年才会出版整本的圣经，所以有的人可能又等更久了。好，所以我们希望圣经公会可以努力来做这些事情。可是圣经公会，我们不像教会每个礼拜都有收入，都有奉献，所以我们就需要兄弟姐妹的支持带导。然后今天我看到说，我们的奉献已经在前面结束了哈，所以现在要鼓励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如果你手上还有那张奉献袋的话，欢迎回去，可以按着你的感动，然后继续来支持我们。特别全球有7000多种的语言，当中有300种是手语，就是聋人，那或者是没有办法讲话的人，他们用手语。那台湾有几种？台湾有3种。有钱有人的美国圣经公会花了40年翻译了他们第1种的手语圣经。那台湾不晓得会翻译多久？联合圣经公会说没钱又没人的要翻译100年。我们希望台湾圣经公会不用那么久，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做翻译了。那在翻译的过程里面，其实会遇到挑战。我们原本希望有70个故事在今年年底可以完成，然后明年圣经公会70岁的时候，我们可以送给上帝。可是他们说，牧师对不起，因为我们手语里面有太多旧约我们没有使用过的名字，
所以我们都要重新去思考、去想，然后去想办法把那个名字做出来。令我们非常感动的事情是，当我们开始做这些手语圣经，然后一集一集的播出的时候，10月份有一位姐妹，她写了讯息给我们，她说：“感谢你们做手语圣经，我妈妈是聋人，93岁，第一次看到了圣经，知道了上帝，明白了原来耶稣爱她。”我们好感动哦！台湾有14万的聋人使用手语，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支持？要啊！因为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上帝，知道耶稣爱他们，知道兄弟姐妹可以成为一家人。所以把握机会，做好的事情，首先从我们的家人开始做起。愿上帝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有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分享爱，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那个担子就会变得轻省。所以呢，接下来要让大家知道说，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机构都是上帝国度的拼图，缺你不可，缺一个教会都不可。要把这个拼图放进去了，我们上帝的国度才能够完整。接下来要来播放一个影片，让我们知道台湾圣经公会在这一年做了什么事工吗？在上帝的恩典与信实中，台湾圣经公会走过了69个年头。回首过去的旅程，我们满怀感恩，在此向大家见证主的作为。自1956年成立以来，公会持续推动多项事工，让上帝的话语进入不同族群。中文圣经发行，让普遍华语使用者能够方便阅读神的话语，并且为了帮助信徒更深入查考经文内容，公会推出了圣经研读本系列，使人能够认识经文背后的历史脉络与神学意涵。我们同时关注台湾多语言、多族群的特性，也陆续出版了台语圣经，以及推动原住民圣经的翻译与发行，完成了赛德克德固达雅语、卢凯语、布农语等圣经发行。除了出版圣经文本，我们也积极举办各种活动与推广事工。透过牛仔圣经青春大会串，我们将福音以创意方式带给年轻族群，也举办圣经诠释与族群母语圣经翻译讲座，邀请学者、牧者与翻译同工，深入分享圣经真理及宣扬圣经翻译的重要性。还推出圣经世界教学旅游，结合教育与实地踏查，引导信徒认识圣经中的历史与地理背景。在2000年，公会在台湾各地教会推动教会手抄圣经活动，让信徒亲手抄写经文。我们的使命不止于台湾，也走向海外。透过送圣经到肯雅计划，我们将奉献交给当地机构，使他们有经费印制圣经，使肯雅人的属灵需求得着满足。也透过弱势家庭送爱计划，我们将儿童圣经送到各机构，成为孩童们心灵与生活上的祝福。如今我们即将迈入第70年，这不只是数字的更迭，更是对上帝信实应许的见证，也是我们事工更新扩展的重要时刻。新事工规划聚焦各族群文化关怀与关系建立。首先，我们开办族群圣经翻译讲座，启动部落教会巡礼，深入原民教会，倾听信仰历程与复兴故事，展开一场知性与感性交织的灵性旅程。而面对资讯世代挑战，公会推动中文青年圣经问卷调查，希望透过与青年交流，研拟出更贴近他们语言与心灵的圣经版本。
我们同时规划出版家庭圣经，以亲子互动方式串联家庭成员，让圣经的智慧与价值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动，成为家庭灵命共建的桥梁。针对台湾聋人，我们积极制作手语圣经，让上帝的话语突破语言与听觉的障碍，使福音真正无远弗届。在2026年，为了纪念台湾圣经公会创立70周年，我们将在台湾北中南东举办感恩礼拜共4场，邀请各地教会与信徒一同见证主恩，分享感动。在此期盼各教会成为台湾圣经公会的伙伴教会，一起回应大使命，让万民得着上帝的话语。每年经费公会需要2000万来投入4大核心事工：翻译、出版、推广及培训。恳请响应，透过奉献捐款、意向传递，使神国的事工更加广传，也更扎实地使台湾众人归向基督。台湾圣经公会在地深耕70年，承蒙无数教会、机构、家庭和个人的默默支持、代祷、奉献，使我们得以坚持使命，持续前行。70年来，每一步都留下恩典的足迹。全体同工及翻译团队致上满心感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未来的旅程仍充满挑战与期待。台湾圣经公会诚挚邀请您继续以祷告、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事工，让我们一同携手见证以神的话语改变世界。愿荣耀归于上帝，直到永永远远。上帝的话语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爱也会让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那邀请我们的兄弟姐妹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来支持我们。当我们持续代祷，为我们支持，就会成为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动力。那特别要邀请，因为1月10号是台湾圣经公会要做70岁的第1场感恩礼拜，在士林长老教会，欢迎兄弟姐妹都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那我们要一起让教会成为上帝祝福的地方，也让我们一起在做的善事，当我们努力把握机会，然后帮助家人，帮助上帝国度的教会的时候，那上帝他就要将得救的人继续加添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他活生生的见证人。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帮助。谢谢你给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提醒我们要去爱。我们不仅要爱其他的人，我们也更要爱我们家里的人，甚至要把握机会，一起做应该要做的事情。谢谢你让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爱了，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领受，我们也愿意一起来回应。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
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与圣经公会一起同担重担的弟兄姐妹，好吗？周报里面有奉献袋哦，等下离开的时候，还是可以为了圣经公会来奉献，因为我们成为支持他们的勇士。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你奇妙的大爱，圣灵给我们的帮助，教导我们在这岁末，我们一起努力，因为我们要一起把握机会做好事，并且要一起来承担重担，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
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愿神赐福各位弟兄姐妹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待会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帮忙把椅子堆叠好，谢谢各位。好，聚会到此，谢谢。